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看这个楼市的一些情况。一个叫杭州房小团的这个微博账号他发了一个报道他说从5万家暴降至2万家，杭州核心区红盘跌惨。他这个文章说他说在土地市场火爆助推下，这个年后杭州楼市土拍市场不是非常火爆吗？地王对吧？隔几年就出一个。不仅新房市场持续高涨，3月二手房成交量也已高达11664套。这是什么概念呢？说2017年以来杭州二手房月成交最高点是2017年的3月份的 1.5 万套，其次是2020年的7月份的 1.14 万套和2021年的3月份的 1.15 万套。这意味着今年3月二手房11664套的成交量创下近8年来的历史新高。你看这给人感觉这个杭州的二手房那是全面复苏创了8年的新高但是虽然成交量频频创新高，业主信心相较于之前有所恢复，但是以价换量依旧是主流。也就是说还是房东让价以价换量。目前挂牌房源涨跌比依旧接近1比10，就连核心区的板块曾经的大红盘，房价也从5万家跌至2万家，那就是腰斩说从5万家降至2万家，核心区品质大盘跌落神坛。上文中提到的从5万家跌至2万家的小区，就是位于笕桥板块的品质大盘，叫滨江金色黎明跟这个滨江房地产有关系滨江金色黎明是笕桥板块最早开发的商品房小区之一，整个小区分为3期，共3944户，其中1期、2期南向部分楼栋紧邻德胜高架。最先开发的1期房源于2014年交付，至今房龄已有10年。说今年3月份该小区一口气成交了49套，平均每天卖出近 1.6 套，轻松就能挤进杭州成交榜的 TOP 10。然而虽然成交量爆了，但房价却依旧难以突破。从成交量上看，大多成交却依旧是靠以价换量来实现。数据显示他说金色黎明1期3月成交均价约 3.4 万每平米，环比2月价格基本持平，而2024年同期该小区房价约 3.57 万每平米，相比1年前价格又将近降了2000元每平米，降幅约 8%。 翻开金色黎明1期历史成交数据，该小区曾经最高晚签单价52234元每平米。2023年3季度之前，该小区签约均价长期保持在4万元以上，但从去年开始，该小区价格就开始不断下探。去年3月、7月等都有多套二手房签约价在2万加每平米。而不同于以往的是，近期滨江金色黎明1期成交的1套2字头房源不再是底层房源，也就是那个比较差的，而是相对较好的中间楼层，以 5.2 万每平米成交价高点降到如今的 2.9 万每平米，房价降幅约 44%， 相当于打了5-6折。如今金色黎明房价让不少房东跌到心碎。作为曾经的城东品质标杆，此前滨江金色黎明价格一直比较坚挺，为何近2年价格却持续下降，甚至屡次打破价格下限？有几个原因呢？该媒体他总结说，第一个，小区配套有缺陷出货的多，也就是很多人买了这个都要卖，那说白了就是炒家多第二个呢，说各期房源位置不同，价格有差距。第三个是行情萎靡，竞品增加，价格跌落。杭州二手房市场经历长期萎靡，房东信心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大多数二手房依旧很难卖出高价，而且近2年来板块内如春来雅庭、森林蓝府等多个次新小区陆续交付上新，进一步加剧了板块二手房价格的竞争。前几年市场火热的时候，板块二手选择较少，哪怕是低楼层房源，市场成交价也能奔上4万每平米左右。而金色黎明90方左右的小户型，楼层好，不靠高价，成交单价也只有 3.4 万元每平米左右，竞品增加必然导致价格回落。用低价换取快速走量，对于金色黎明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近2年笕桥次新房已经开始陆续交付，巨量二手房开始涌入市场，后期板块竞争会越来越大。这个跟咱们以前说的一样这个随着这个新项目入市
尤其是第4代什么住宅，第4代住宅推得越快，第4代住宅盖得越好，那么二手房价格就跌得越快，就这么简单，对吧？那些买了房子准备炒的人呢，全部被套住，因为大家肯定愿意去买那个第4代住宅啊，哪怕稍微贵一点，那品质不一样。这是杭州啊，我们再看看，同样是浙江的宁波，这个东方热线报道啊，他说宁波天价学区房单价跳水，从8万跌到3万。上个月宁波二手房成交4850套，成交量呈回稳上升态势。不少媒体啊认为这和二手房价较低有关。东方网网友发帖称啊，朋友买了宁波曾经高达8万1平米的学区房，当初锦山和银石一度把价格涨到了8万1平，我本来也想着跟着买的，奈何那个时候实在没钱，拿不出那么多钱买这个房子。现在房子单价已经在3万5左右，距离高峰期肯定至少亏了100多万。他说啊，还好孩子比较争气，学习成绩确实很不错，不然真的很亏。现在买房倒是不用太纠结学区了，买得起哪里就往哪里好了。也是看清了，孩子学习主要还是靠天赋，没有天赋也不会成为人中龙凤。也就是这个网友他的亲身经历啊，宁波的天价学区房当初是8万，现在跌到3万5，这是学区房啊。我们一直说啊，判断这个楼市行不行，房价有没有稳，主要是看地方政府啊有没有再一次出台救市措施。财联社4月6日电，据吉林省延边州政府消息，为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日前，延边州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从优化金融政策、扩大补贴范围、支持房企纾困、规范市场秩序等领域推出29项具体措施。它这个方案最主要的是啊，要扩大补贴范围，加大税费减免力度，在州域内购置新建商品房的给予补贴支持，100平米以下按照不低于100元每平米补贴，100到140含140平方米的按照不低于1万元每套补贴，140平以上按照不低于1.5万美元每套补贴，2孩家庭购房按照不低于2万元每套补贴，3孩家庭按照不低于3万元每套补贴，补贴不可叠加享受。同时车位补贴5000元一个车位进行补贴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吉林省延边州也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购房者，对吧？你买个100平的房子，1平米给你补贴100块，那就是1万块。我不知道这个延边州的房价怎么样啊？那这个1平给你补100块是多还是少？如果他那房价是4000的话，补100，那就相当于2.5%。这个说多也不多啊，说少也不少，聊胜于无啊。至少说明这个当地为了卖房子也是下功夫说明房子卖不动不好卖。这房子为什么不好卖呢？我刚才看到一个 UP 主叫超萌的小贝贝，一个美女她说为什么房子卖不动了？原因既扎心，现实很残酷。大家看视频房子卖不动了，乡村的学校呢就开始取消了，房子卖不掉了，农民的土地就开始回收了，房子卖不掉了，那农村的宅基地就不允许自建房，房子卖不动了，各路牛鬼蛇神的专家又开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针对农民的建议。票价便宜但是明星演唱会却没人看了，献血有益健康却没有人去献血了，保险那么好，但没有几个人愿意交了，养儿能防老，那为什么婚不愿意结了？这样建议那样建议的专家越来越遭人唾弃了。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底层人越来越醒悟了，再也不会被人随意摆布了。他们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了。你就看以前呢总有专家提倡年轻人生2胎生3胎，甚至为了能让你结婚生孩子都可以不用户口本了，年龄提早到了18岁。他们一个个说什么多生孩子能避免妇科病、延年益寿，还能存钱致富，简直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是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生孩子了吗？没有，那就是因为大家都醒悟了，早早的也看清了专家的嘴脸。你说生孩子要是真这么好，你都不用你专家去鼓励的，我给你生个10个8个的。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不生孩子最着急的就是这帮人，
因为他们高高在上，衣食无忧，靠的是穷人的孩子来养活他们。奶粉厂、教师、文具、教具，各种培训机构跟补习班都是靠穷人的孩子来赚钱的。看明白了吗？你生的哪里是孩子，这生的是一棵又一棵的摇钱树。最过分的哈，就算你生一个孩子，花几十万让他读20年的书，还30年的贷，照样不是最后给那帮人当牛做马吗？然后要我说喊口号谁不会啊？真到了生孩子的时候，那拼的是真金白银，没个几十万的普通人根本就生不起。那现在那么多房子卖不动了，想起老百姓来了，想让大家来接盘了。不好意思啊，我们不吃你那套。老百姓不仅不买车买房了，就连结婚生孩子都抛到一边去了。他也不再关心什么大事儿，也不再关心哪个当官的落马了，也不再关心房价的跌和涨了。最重要的，大家不再盲目的跟风乱消费了，有钱自己多存点，没钱想办法多挣点。专家再多的花言巧语都迷惑不了当代老百姓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兜里有钱呐，才是最大的安全感。你想，当我生病了，当我父母住院了，不是那帮所谓的专家来给你掏钱看病啊，是我自己掏钱看病。你看我身边那些努力挣钱存钱的农村人，都是活明白了的，哪个专家的话他都不听了，新闻联播都不看了，下了班呢就在家一个人拿一部手机捣鼓闲置电商，每天啊让自己多挣300-400的，比干什么都踏实。没用的话不多说了哈，你们去想吧，想明白了和他们一样认真搞钱就行了。咱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你没有必要听什么专家的屁话，你操心那些改变不了的事情有什么用？咱把自己富养好了就行了。这个超模的小贝贝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大家各自评判。总之，这个现在房子不好卖，对吧？这个道理也说过很多遍，连这个专家呀，对吧？连这个钱啊，央行的副行长、世界银行的副总裁朱明啊，他都说了，还指望着房价涨，房价是涨不了了。等到你的孙子辈，他也涨不了。说的比较扎心啊，就给那些炒房的当头一棒，一盆冷水浇下去。最近我们要关注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韭菜啊，作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观众啊，头脑还要清醒，要防止一种声音呢，就是因为特朗普现在不是搞贸易战嘛，关税大战，你看股市不行了，对吧？股市暴跌，资本市场哀鸿遍野，然后大家也知道外贸恐怕也不行，对吧？因为外贸不行，所以导致资本市场才会有反应啊。那有一种声音他就认为啊，那国家怎么办呢？不能坐以待毙啊，所以他就搞内需。哎，这个思路是对的啊。所以接下来啊，跟内需有关的这个行业或者是公司，它有可能要吃一波红利啊，政策红利。但至于这些行业企业能不能说就起死回生，能不能就更好，这个可说不好。但是它有一波政策红利可以吃啊，这个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认为啊，哎，那房地产是不是要开始啊把这个夜壶啊拿出来用了，要炒房子？哎，只有把房子炒起来，大家这个财富才会增加了之后，大家才会有底气啊去消费啊。这种论调它就会出来啊。甚至有人认为啊，股市跟房市是跷跷板关系，股市不行了，那股市的钱啊就被赶到房地产里面去了，那房子就拖住了，房价就要涨。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啊，这个完全是谬论。这个房价涨不涨，还是跟韭菜的预期有关系，还是跟人口有关系。这个贸易战呢，必然会导致我们很多人就业难啊，跟外贸相关的产业，对吧？要么规模缩小，要么关门，要么降薪，也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人去买房，怎么买？拿什么买？怎么敢买？你最主要的是要告诉大家，如果房价涨了，谁来接盘？这接盘的人在哪？这接盘的人你怎么培养出来，让他很有钱，对吧？他们是哪个行业的？哎，你现在是1万一平米买到手，你是指着别人2万买吗？对吧？要不然房价涨有什么用呢？对吧？你现在是1万一平米买的，你指望着3年以后别人2万一平米给你买走，那这个人在哪？哪个行业？这些人现在为什么不买，非要3年以后拿2万的价格买？所以这些东西你得让韭菜他相信啊，韭菜怎么可能相信呢？所以说你就是想炒房，它也不是政府能控制，是把房价炒起来。房价炒起来前提是大家的预期还不错，哎，就是蒙着眼往房市里冲，大家相信未来有人会接这个房子，哎，有外，对吧？老外觉得中国发展的好，跑到中国来买房，
老外在中国工作，他需要买房，他得买的好的，这个逻辑也成立，对吧？还有你有很多新兴产业，你新兴产业培养出很多中产，他年薪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200万，他们需要买好房子，这种你还得批量生产，你说就出来几万个没用，对吧？你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相信，那我现在赶紧买，对吧？过5年把这房子卖给这些人啊！现在这种形式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说最近啊，一线城市玩这种核心地块，对吧？这些豪宅啊，现在比较火热，这个故事一样也会讲完。也就是现在买这种豪宅的人，他会想，但是有的人他是为了保值，这个你不能否认。有的人他说我这一大堆钱，我干什么呢？那我买套豪宅吧，他租不出去，他也没打算卖，他当个产业放那儿，那还没办法。但是不排除有人是要炒的啊，买这些资产。他如果炒的话，他就得考虑3年以后谁来买他这房子，卖给谁。但这些富人啊，因为他们这个产业，他的经营，对吧？他的以前生意，他赚钱的路子走不通了，缺钱缺现金，他马上要卖房子。但这卖房子人一多，没人接盘，那豪宅能接盘的毕竟少数啊，所以那个豪宅房价也要暴跌。也就是这种玩法啊，不能持续。所以说啊，这个贸易战对咱们的经济啊，那个冲击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负面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不要有幻想啊，以为啊对我们经济冲击大，所以政府肯定要改变思路，要继续走到炒房的老路上。这个钱江晚报报道啊，有人炒黄金，叫预定的金条还没到手，4天已亏4万多。老有人问黄金啊，我们看看这个钱江晚报潮新闻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啊，大涨后大跌，金条还没到手，4天已经亏了4万多。杭州金店老板称20年没见过这样的行情。美国大打关税战，正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巨震，没想到黄金也被拖下水了。本来以为它作为避险资产应该上涨才对。今年一早，杭州一家黄金珠宝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天黄金大涨大跌的行情太过刺激，我们干了20多年的黄金生意，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国际国内金价在上周双大涨，创出历史新高后，这2天迎来了大跌。杭州一家金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上周国内基础金价连续站上每克730元、740元的高位，最高时达到748元每克，真是应验了国人买涨不买跌的心态。每克730多元的时候，还有不少客户来买金，总共预定了7-8公斤，我们货都供不上，跟这些老客户们说等货到了再交给他们。后面还有740元每克以上来买金的客户，我们只好回绝。这些人炒黄金他是炒实物黄金，跑到金店去买实物黄金金条。这位负责人透露上周四就是4月3号有客户在738元每克的高位预定了2公斤黄金，但是金条还没到货，就遇上了近日金价连续下杀。如果按照今天的基础金价，他短4天就亏了4万多元。不过今天早上国际黄金在大幅下探之后又迅速上涨，震荡较为明显。截至15时记者发稿时，伦敦金现已从早上最低2970美元每盎司涨回到3000美元每盎司。说这位客户也不算亏很多，没准等金条到货时他又赚了。上述负责人说这都是明面上算账赚了，等到你真要把金条卖掉的时候，对不起，这里面还有很多猫腻，到底赚不赚钱还两说我们连吃的东西都不能保证，我们怎么保证黄金，对吧？它的纯度呢，对吧？它能做到千足金呢？你买房子吧，房子也可能贬值降价，但是好歹那个房子实在不行你可以租出去，对吧？你租便宜点应该能租掉，它还有点现金回来。也就是说这房子这个资产你好歹还可以盘活，那黄金如果砸手上不能吃不能看，你还得想办法保存它，对吧？买哪儿呢？放家里怕丢，万一入了贼，对不对？把你那个黄金金条2公斤搬走了，你放银行保险柜，这个每年的费用恐怕也不低吧。完了这个那玩意你又不能租出去，说我每个月有收益，也就是说它比房子恐怕到时候还难处理。最后等到你痛定思痛要把它卖掉的时候，结果发现人家一检测你这是金包桶那时候你的一口老血吐出来晚了。当然了，我不是说鼓励去买房子，我是说相比较而言，对吧？那买黄金恐怕比买房子还要糟糕说来说去我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迎接这个贸易战的风暴现在还只是在，对吧？正在起风还没有刮真正的刮起来，后果是什么难以预料，反正整一个惨字了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房地产，对我们正在复苏的企稳回暖的房地产又是一个打击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